台中市政府正积极咧拍通道路，大理区的公园街，离地方甲中央的努力之下，总算是顺利完工来启用。210米长的道路开1亿9000多万，完工了后，大理甲雾峰的交通更加利便，在地人出入唔免过来踅路咯。众人举香拜拜，感谢神明保庇，好工程顺利圆满。大理区公园街因过是规片的拍远，在地人若要行，拢爱踅路。即马拍通了后，停的人士真欢喜。居民平常休闲活动的地方透过这条公园街来行驶就非常的便利。你讲这条公园街是台中软体园区的连外道路之一，还未拍通前，在地人拢都爱踅到东湖路127巷的小巷仔底，市府以及中央编列2亿的预算。进行土地征收甲拍通，和交通加正利便。所以呢，整个造价经费呢也高达了1亿9000多万。我们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，2月开工到9月底来完工。公园街位东湖路到东南路长有21公尺，宽有12公尺。完工启用后，和软体园区青年高中出入的车辆更较利便，嘛使强化大理地区的交通网络。